曾迷失在荒凉旷野的边际，主是实在在揭开生命的奥秘。他说若不重生，怎能见天国？在他恩典我重新得着生命。我曾寻觅盼望真理的声音，主是实在在指引回家的路径。他说虚心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在他爱里我得着新的生命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十字架上的爱洗净我的罪，信他的人都得着永远生命。耶稣的爱如光照亮我心，重新的灵，他为我舍命拯救我，脱离黑暗，赐我永生永不止息。牧师、各位长执、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，今天的圣经共读由我来跟大家分享，我是许书维执事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再次的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一晚，在好的一个早晨，我们这时要来一同来读经，来分享。也求你此时与我们同在，看护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腓立比书3章12节，我不是说我已经成功或已经完全了，我继续奔跑，只求赢得那奖赏。其实为要使我达到这目标，基督耶稣已经先赢得了我。13节，弟兄姐妹们，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了这奖赏，我只专心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全力追求前面的事。14节，我向着目标直奔，为要得到奖赏。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，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呼召我去领受的。腓立比书3章12节到21节，主要就是在分享说，从不完美到往前奔跑。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胜不骄败不馁，但在属灵的道路上，保罗给了我们更深的心态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不是在舒适的环境，而是在罗马的监狱里。他信主多年，带领了无数的人归主，行过神迹，也写了许多的书信。如果有人够资格说我已经属灵完全得到成功，那一定非保罗莫属了。然而他在3章12节却开宗明义的这么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在地上该保持什么样的生命态度。那以12节到14节这部分来说，可以说是不自满的属灵赛跑。我们分为2小段来分享。第一，
承认自己的未完全。保罗诚实的面对他自己，灵命成长不是爬到某个山顶就表示很安全哦。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很属灵，懂得很多圣经，念过很多圣经的时候，就是停滞和骄傲的开始，所以这我们要注意。那第二就是说，专注唯一的目标哦，也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忘记背后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不管过去的失败、罪恶感，甚至是过去的成就、宗教的一些战绩，不要让过去成为我们脚上的一个锁链。努力面前，就像是赛跑选手一样，他身体向前倾，全神贯注，只注视着前方，就是我们的努力面前。向着标杆呢，当中的标杆就是基督他自己，是神在基督里召我们前进到最后所得到的最后奖赏。15节，所以我们当中所有灵性成熟的人都要有这样的想法。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想法，上帝会清楚地指示你们。16节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要依照我们一向所遵循的规矩向前走。17节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继续效法我，我们已经为你们立了榜样，你们要学习那些效法我们的人。18节，我已经多次劝告你们，现在再一次流泪劝告你们。有些人的行为使他们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19节，他们的结局是灭亡，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子，他们以可耻的事为荣，念念不忘世上的东西。15节到19节在说的是当效法的榜样与警戒，每次分成2大项来分享。第一就是心思意念的成熟。15节有提到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也就是成熟的信徒，总要存这样的心思，神会光照着我们。我们要照着已经学到的真理，一同彼此同行，步步紧跟主的道路。第二就是2种生命的对比。好的榜样就是效法保罗和那些忠心走十字架道路的人。十字架的仇敌，保罗流泪地指出，有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他们的特征在19节有写到，那就是结局沉沦灭亡，以自己的肚腹为神，以肉体私欲、世俗感官满足为最高的追求。20节，然而我们是天上的公民，我们一心等候着我们的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21节，他要运用那使万有归服于他的大能，来改变我们这脆弱必死的身体，使我们跟他一样有荣耀的身体。20到21节主要在说我们尊贵的天国国民身份，也是分成2小段来分享。第一段，我们的户籍在天上。20节有说到我们是天上的公民。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，那里的居民引以为傲的是拥有罗马的公民权。保罗借用这一点，基督徒真正的国籍身份
与忠诚的对象是在天上，而不是只是在我们的地上。第二点，等候与改变的盼望。我们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大使，是任何一个身份。我们热切等候救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降临。主耶稣要用那能叫万有归服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、会朽坏、受苦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这是何等大的盼望，以及最后的结局。最后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边，兄弟姐妹总结这段经文可以分成3项，就是别看过去，把过去的悔恨与辉煌都放下。第二就是定睛的标杆，每天向着基督全力来奔跑。第三，对齐天国，拒绝以世俗度富为神的价值观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公民，正等待那荣耀的复兴与见主面的一刻。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像一位蓄势待发的跑者，不计代价，直奔标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好的一个早晨来与你亲近。这时也求你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能够学习到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来直跑。谢谢你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曾彷徨在世界的喧嚣中，主实实在在呼召我走这条路。他说若有人愿意当背起十字架，在他里面我找回生命的意义。我愿跟随走在恩典的道路，主实实在在带领我走这使命。他说跟从我吧，做这世上的光，在他带领我活出新的生命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十字架上的爱洗净我的罪，信他的人都得着永远生命。耶稣的爱如光照亮我心，在他里面是我重新的力，他为我舍命拯救我，脱离黑暗，赐我永生永不止息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十字架上的爱洗净我的罪，信他的人都得着永远生命。耶稣的爱如光照亮我心，在他里面是我重新的力，他为我舍命拯救我，脱离黑暗，赐我永生永不止息。耶稣的爱如光照亮我心，赐我永生永不止
窒息。